已经1年无来海边啊。嘿啊。哇，这有够水的啦！莹莹，你看。嘿啊。莹莹，啊，你是安怎？无啦，我就感觉怪怪呢。倒位怪。你敢拢无发现？咱拄则规路行过来，竟然拢无看到雷亚卡。你是行去搭着遐？哎呦，毋是啦，咱顶摆来遮的时阵，阁有看到足济啊。是安怎即摆雷亚卡哪拢无去啊？甲囡仔讲故事，咱来听故事。阿伯啦，大钱你毋是要讲要互我看啥物海边的宝物？你看，是毋是足侪洗水的？雷亚卡，我去海边啊，偷偷捡回来。偷偷啊！然后我也无知影，伊叫我搁放转去。大钱，你敢知影为虾米袂使甲雷亚卡捡倒转来？为虾米？你毋知？唔知。阿姨，大钱，雷亚卡捡倒转来！我讲了。虾米啊？大钱毋知影为虾米袂使甲雷亚卡捡倒来？这是因为雷亚卡是囝生仔的厝，因甲恁同款，拢会一直大汉，一直爱换壳，所以我有各种无同款的壳，才有通好换。无得靠我捡到，因用袂着。迄是因为你介意，你无想要甲放转去。好啦，雷亚卡收收咧，我先车载你来海边。要去海边啊！这是倒位啊？这是阮兜的厝。即马是我的啊！你是啥物人？我是囝生啊！你甲阮兜行来啊？你甲阮兜赶走，我嘛要甲恁兜赶走。我哪有甲恁兜赶走？你毋是伫海边啊，捡真侪雷亚卡。海边的啊，较足水的，我足介意的。那安尼，我即马嘛感觉你的厝足水的，我嘛足介意的，我嘛要甲赶走。袂使，记我啊！而且你已经有厝啊！这是恁认为乌白蛋的本事。我是因为无所在通住，才会住一个无舒适佮歹的厝。我就是讲去海边啊，捡挂转去，应该袂安怎才对啊。恁队人遐尔济，每一个人拢安尼想，这雷亚卡拢互恁捡了啊啦！我知影我唔对啦，若无你会使先甲阮兜行我好无？袂使。我啦，唔爱，我啦，唔爱，我要甲恁兜赶走。你咪走啊！大钱，起来啦，要搁困啊，海边走。好啊，差不多啊。安尼哦，囝生就袂住伫咧粪扫内底啊。恁真赞哦！你看，有这侪本数呢。大钱，雷亚卡放转去啊。雷亚卡真正足水耶！我即马感觉哦，雷亚克也是伫海边上水。这就是海鹰的声音呢。这海风吹过来吼，足凉的呢。阿高，你到底有咧听我讲话无？我就是在想吼，昨有食剩的蛤蟆壳啊，我会当摕来，互囝生仔做厝哦。阿高，蛤蟆壳甲雷亚壳无共啦。你敢有看到海洋的不破？咱做伙甲伊吹出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哇，大只海洋伫遐啦！哪像我，哪受水。
西北雨，直直落。西北雨，直直落。一只鱼要放啊，古代兄要烦恼，到咸仔搁佚佗，远要暗做无路，赶紧来花紧倒。做好心来照路，西北雨。你看这个海漂就水的呢。那有去食本数，只要无本数就好。哦，若无本数一定搁较水对吧？对啊对啊，就是行，继续行哦。对啊对啊。啊，你敢知影今仔日咱要来创啥？捡本数。捡倒一种的啊？恁敢有看到倒一种的本数特别多啊？什么啊？就是这啦，就是保特瓶啦，保特瓶就是这啦。对啊，上主要的就是迄，再搁一个，再搁一个。跳我呢来，有礼物咯。行，咱来去吹。你要挂手龙？你有挂手龙无？好，行。你无？我爱跳落来咯。你要先跳，咱跳啥物拢跳的。我知影。阿公，咱来比阿公更较高跳。哦，好，过来找看卖啊。站帮迄毛乌的。咱的是，伊迄话是扑档啊。阿哥，我看到啊。哦，迄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叫蛇啊！哎呀，蛇啊，迄不要，你来，我摕咧，啊，你来捡。蛇啊，干嘛？蛇，迄不要紧，迄先放诶。放咧胶蛋就要分开个。好，啊，你先去边仔捡。这是啥物？迄敢是？啊，你去摕你的手龙好不好？这敢是？啊，这毋是。不是。哦，啊，遮敢有？有啥物遐有黑炭？有人伫遐行吧？你敢要捡迄个挂？这啥？迄敢若是，这嘛是吼，这敢是，迄敢是壳，还是塑胶啊？敢若亲像铺咧弄的物件吼？诶，毋是，迄是，迄不要紧吧？这应该是。哦，应该是塑胶呢。哎呦，你帮我捡起来好吧？啊，还有边仔树拱，这着树拱啊。那这是树拱啊。你啉饮料的时阵嘛有需要树拱对吧？哇，阮捡到这咯，捡到希望啊，这会甲海龟摕掉的哦。咱紧甲伊捡起来，安尼就袂互海龟摕掉。大树管，大主管好。大树管，大树管。而且叫声，哎，妈妈，这。哦，你这有够多呢。哎，大树管。哎，一定是有人伫遮行吧吼。对，就是讲啊，就是讲。阿希，来看你去。行。好，捡到差不多咯。好，咱来转啊哦。你要斗三工，啊，你两个人敢有换有换？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简单哦哈。做伙讲台语，海平，海平，海龟，海龟，塑胶干仔，塑胶干仔，
捡粪扫，捡粪扫。希望大家来这佚佗的时阵，莫甲海的任何物件炸走哦。唯一会当炸走的，就是来这佚佗的好心情，也搁有本事。无唔对，下一回吼，咱爱继续收看。咿呀咿呀哟。